高達類以外嘅機械人，我覺得好貴啊！未開封更加係破萬，因為個落差係可以高達過萬嘅，好興奮啦！大家好，又係我發比啊！嗱，而家我就得返一支公啦。咁其實今日咧已經係我嚟到日本嘅第6日嚟㗎啦，終於我哋嘅偷宅東京可以正式開始啦！啦姐已經走咗去整指甲，有幾個鐘私人嘅時間就即刻嚟到超近新宿嘅一個地方，搭 JR 只係需要4分鐘就可以到達嘅中野。中野最出名就當然係懷舊玩具啦。記憶之中上一次嚟我係完全買唔到嘢，因為我覺得好貴啊。今次事隔咗有差唔多年半啦，每一次都要嚟，大概用2至3個鐘睇下有冇機會尋寶係一個嚟東京嘅傳統啊！講緊10幾年前，我都仲係細路仔嘅時候，嗰陣時網絡唔係好發達㗎嘛。咁第一次嚟到中野咧，唔係好多人識呢一個地方㗎咋，同而家就梗係完全唔一樣啦。哇！嗰陣時嚟到，簡直覺得中野係一個天堂嚟嘅，龍神丸啊、魔動王啊，或者係高達限定模型，佢都係有勁多選擇。咁快已經行到啦 Nakano Broadway。其實上一次係我人生第一次嚟到中野，係乜都買唔到嘅。咁所以今次老實講，個期望就唔係好大㗎啦。但係有啲死心不息咯，硬係覺得唔嚟，有啲周身唔聚財。咁其實入到嚟中野嘅第一層就例牌係冇嘢行㗎啦。前面以前咧同大家兜過，冇我哋中意嘅嘢，所以就唔需要再嘥時間。咁就由最高4樓慢慢行翻落去啦。今日係星期一，而家嘅時間係大概3點半，感覺上人流係唔算多嘅。因為多數去日本咧，大家如果想熱鬧，梗係要禮拜6日啦。但係如果想避開啲人流咧，我多數禮拜6日可能就好似今次咁去個溫泉區，然之後就嚟到禮拜1先行。好啦，已經有一間鋪睇下有啲咩嘢先。Mandarake Special 6全部都係賣一啲高達類以外嘅機械人都可以揾到。哇！呢盒 feature 合金嘅真3-1。嗰陣時買到好貴啊，最高嘅時候我6500蚊入，而家開封41800，即係2000蚊啫。但係好似話個台座有啲問題，咁啊係啲二手嘢嚟㗎啦，2000蚊，而家就唔值呢個價啦。另一個更加之差嘅狀態就賣到38500，咁呢啲多數都唔會入㗎啦。Bandai 出嘅 HG 紅蓮儀式11000 yen 未早。喺香港咧，其實而家就賣緊400蚊嘅啫。咁而家對翻日元呢一個價，即係550，其實就係一個炒價嚟嘅。不過留意翻，其實香港喺 Carousell 成日揾到嘅數量都係極少，得一個人賣緊400蚊嘅啫。咁我諗估計係日本呢邊貨源好缺啊。另一部紅蓮聖天8極色，不過就係 Metal Build 版本，售價36300 yen，連稅港紙1800蚊。寫住全新未開封，香港賣緊幾錢呢？1500蚊，比日本平300。記住，我哋已經計緊日元係超平嘅5算。嗱，咁大家行呢啲 Mandarake 嘅二手鋪咧，記得一定要格價，因為個落差係可以高達過萬 yen， 甚至過10萬 yen， 我都試過㗎啦。你嘅懶惰或者知識貧乏，將會令到你付出大量嘅金錢。咁我認為呢一個咧係完全唔值得嘅，因為而家 check 價錢實在太簡單啦。咁我俾翻個 credit 自己啦，我嗰陣時中伏係10幾年之前㗎啦，上唔到網嘅喺日本。Pre-Zero 1:12裝甲騎兵，兩邊膊頭同埋右腳都斷咗，售價27500 yen， 1400蚊。可能大家會奇怪，呢盒雙手單腳齊斷、完全冇可動感覺就嚟瓜柴嘅機體，點解仲賣到1000幾蚊嘅呢？睇翻佢喺香港嘅健全版本，原來係好罕有嘅，開封炒到4000蚊，未開封更加係破萬。問題嚟啦，如果超中意嘅話，大家會用平價入一盒有破損嘅小炒買健全二手開封品，定天價獲得全新心頭好？
Realbot 千直鏈鐵人28 FX 加鐵人17鳳凰，純粹外盒選位，入面零件齊全，售價31,900 yen，1600蚊。留意翻呢盒係有分普通同特典版嘅，特典會多咗一條可以同黑牛連接嘅纜線同埋專用手掌零件，香港賣緊1,400蚊有找，普通版更加係接近1,200蚊。我都有偷偷入咗隻，唔知你哋對呢隻非水桶型嘅鐵人28又有冇興趣？一隻現成嘅大膠鐵甲萬能盒，售價60000 yen，3000蚊。我對呢類大膠玩具嘅行情就唔係太了解，不過細個就試過平平地400蚊入咗隻超巨型嘅大膠水桶鐵人28，因為佢太大隻啊，入唔到櫃，傻更就擺咗喺窗台。點知大概半年之後，我估係因為大膠唔可以受到陽光照射，會導致脆化裂開。當我一拎起嘅時候，就兩隻腳喺個股骨位嗰度斷開。自此之後就覺得自己唔識玩呢類玩具，冇再接觸。所以如果想玩高性價比嘅舊式機械人，我會推薦 Modora 系列，好似呢隻太陽使者鐵人28，售價6600 yen 連稅330蚊，已經係炒價嚟㗎啦。香港220，大把貨任你揀。中意玩宇宙戰艦，見到應該會好開心。一比350超巨型未組裝嘅大和號，51,700 yen， 2600蚊。喺香港應該比較少見，通常見到嘅都係一啲1比1000 Bandai 出嘅版本。至於係咪珍貴，係咪真係值呢個價呢？可能就要等呢方面嘅專家話俾我哋知啦。比較近代仲有一堆 Bandai 出嘅 HG 超時空要塞系列，因為無論日本、香港貨源都比較多，周圍見到好多死貨啊，所以兩岸個價錢今次就好一致啦。由原價300幾跌到落大概200頭就可以入手。VF19 火焰巴沙拿全部都有開封過，根據狀態去決定價錢買幾多。另外喺任何二手鋪買模型之前，每次都要記得 check 清楚每樣重複商品嘅標價，因為店家嘅標價係根據入貨價而定。同一款商品唔同時間、唔同價錢入貨都會有所影響，而且佢哋係唔會統一調整翻價格嘅。啱啱行完 Mandarake 6號館，好熱啊！成個中野 Broadway 都有暖氣啊，真係會行到你熱血沸騰，好興奮啦！買好多書啊、畫冊嘅地方，又嚟到呢一個 Mandarake 神社，咁今次就唔入去睇啦。喂，都有嘢買㗎，超貴價嘅嘢你會喺度揾到。暫時4樓咧，可能賣嘅嘢唔係真係太吸引啦，人流係偏少嘅。咁其實如果你問我嘅話咧，我就中意秋葉原係禮拜6日去，因為唔知點解秋葉原就係覺得會好開心咯。而中野咧，我就中意平日嘅，因為可以靜靜地自己慢慢行。Mandarake Cafe， 正當我諗住入去嘅時候，原來寫住 Staff Only， 仲以為 Mandarake 除咗撈玩具之外，好似 Bandai 咁要撈埋 cafe 添，原來唔係，係 staff cafe 嚟嘅。基本上咧，其實4樓大部分都係一啲賣洋娃娃啊、畫冊嘅鋪頭，我自己就冇乜興趣，我哋就落去3樓睇睇。冇啦，咁快完嘅？係啊，今條片就係咁多先啦。咁樣大家一齊欣賞到最後嘅呢片有趣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免費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下條片我哋將會去到中野 Broadway 最有趣、最多高達相關周邊嘅第3層，約定你哋下次見。